愛潑斯坦案受害者朱弗雷生前曾經指控佢被美國富豪愛潑斯坦販運去到英國，被英國前王子安德魯性侵。安德魯否認指控，並同對方達成庭外和解，同意支付大約1200萬英鎊，折合大約係1億2800萬港元。英國太陽報就報道，原來安德魯冇錢賠償，要靠屋企人分擔支付。已故嘅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支付咗大約700萬英鎊。菲臘親王早喺2021年離世，佢嘅遺產提供咗大約300萬英鎊，而英皇查理斯三世亦都出資150萬英鎊，剩低嘅金額就由其他皇室成員補足。太陽報引述消息人士話，相關資金係用嚟平息醜聞對皇室嘅衝擊，並且話安德魯至今1蚊都冇還俾皇室。報道又話，安德魯原本係計劃出售位於瑞士滑雪勝地韋爾比耶嘅別墅嚟到償還借款，嗰個物業估值大約係1900萬英鎊，但係按揭負擔沉重，實際收益有限，令到還款計劃受阻。身陷醜聞嘅安德魯早前被褫奪王子頭銜等，兼且被逐出皇家小屋。朱弗雷就喺2025年4月自殺身亡，終年41歲。隨住美國司法部再公開數以百萬計嘅文件，安德魯同愛潑斯坦嘅關係再次成為焦點，而英國警方亦都正係調查安德魯涉嫌洩漏機密資訊嘅指控。